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立德啊笋的笋仔期是5月到10月。南部今年因为大旱欠雨水，发无笋仔产量减少，所以继续是量真悬。以市场的零售价来讲，一袋斤大约是120到150块。也就是讲，想要来煮一锅啊，立德啊笋的排骨汤，差不多都要开300多块。无怪婆婆妈妈拢话讲赚袂掉咯。 用大火炒一段时间，好食的料理，竹笋炒肉丝芳上桌啊！将又甲青又甲油的竹笋切块，和排骨做伙控汤，甘甜的排骨竹笋汤就完成啊！这菜色虽然定定会当看到，也毋过即摆竹笋的介绍，互未少的民众想要买嘛买袂落。5个人食哦，爱3支。 爱300块，就迄一碟，煮一碟爱300块的，会竹笋仔钱哦，啊个排骨的，成本差不多带好500块。一间厝5个人煮一个竹笋排骨汤，就要破300块，不过真侪家庭拢讲买袂落。听到最严重的应该有减对半去哦。4月份他们在采收都1分地很多10斤、20斤左右而已。不是说产量少，所以价格就拉高吗？啊，盘商在赚啊，又不是我们笋农在赚。这笋啊，种靠。 碰地下水起来淹的，地下水淹的含落雨的水是无共款，发起来笋啊就较定甜，较袂遐好食。热天是食竹笋的季节，也毋过今年因为南部雨水较少，产量嘛减2成到3成，价数嘛是贵真济。市场相关的价数捌来到每袋斤150块，平均都在我们台斤90。 好，然后到100左右哈，那好一点的甚至会到110、120哈，包含这个拍卖市场的价格哈，都比去年同期哈都稍微好一些哈。好佳在最近总算有落雨，价数有可能豆豆回稳。啊，若无想要第3季食竹笋，落地啊卖变价加真耐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。 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